親樂壇，我最喜愛的女歌手。呢位女歌手令人最喜愛嘅原因係佢冇停過落嚟，佢對自己嘅要求冇降低過。今年嘅演唱會依然技驚四座。喺1996年，我哋第一屆設置我最喜愛女歌手嘅時候，佢就係我哋香港樂壇第一個我最喜愛女歌手。跟住2000年同2001年都係，我哋對佢嘅喜愛冇停過。喺嗰個日子，就算佢有獎都好，佢都再冇出席我哋嘅叱咤頒獎禮。疫情嗰年，佢嘅歌攞到至尊歌，佢都冇嚟攞獎。所以今年如果佢嚟嘅話，應該唔係因為有獎攞，係因為你哋投票叫佢嚟，你哋一人一票話最喜愛嘅係佢，所以佢回應你哋嘅愛，今日嚟咗。因為你哋投佢出嚟，佢將會喺你哋當中行上呢個頒獎台，攞呢個獎項。感恩我哋有你哋嘅投票，感恩我哋樂壇有鄭秀文。唔好意思，太緊張，所以唱錯咗段數。喺屋企練咗好多次，但係因為真係好緊張，所以多謝你哋。我哋已經好開心，因為應該喺2022年聽嘅呢一首歌，呢首至尊歌，我哋今日可以聽到，恭喜晒大家！喺度亦都將呢個獎頒俾你，恭喜晒！攞獎先，哇！多謝心美。多謝大家。記得上一次站喺呢個叱咤嘅舞台已經係講緊2000年，即係24年前。有啲人仲未出世，歌手仲未出世，有啲人仲喺阿媽個肚裏邊啊，陰公。咁今晚對我意義甚大，所以我好用心咁準備咗一啲想講嘅嘢，可能有少少長，但係我會盡快 loop 晒佢出嚟。今晚我揀嘅呢件衫，如果大家有啲記憶，應該冇乜記憶㗎啦，你哋咁細個。如果超過30歲嘅朋友，可能有啲記憶。呢件衫就係2000年我攞我最喜愛女歌手嘅時候着嘅衫，雖然嚟到今日我一直保留住，雖然嚟到今日呢件衫唔係最光鮮，唔係最靚，我頭先燙嚟燙去佢都好潮好皺，咁但係對於我嚟講，佢係充滿住我同歌迷嘅情感，同埋我對叱咤樂壇嘅一份情懷，所以我決定一定要着翻呢件衫上呢個舞台。
其實當商台話俾我聽，投票率已經知道我係攞最喜愛嘅女歌手嘅時候，我覺得好榮幸。但係另一個聲音我就自己好懷疑，亦都有啲唔知自己應唔應該嚟，因為自己冇企喺呢啲頒獎舞台已經20幾年，以我呢個年紀再去呢啲頒獎典禮，我會覺得自己好尷尬呢，好格格不入呢。咁所以都有好多嘅懷疑。咁但係當我懷疑自己嘅時候，有另一把聲音同我講，當我心念一轉嘅時候，如果我咁諗，我實在太睇小音樂嘅力量。音樂嘅本質，音樂嘅存在本身就係讓人同人有更好嘅溝通。咁亦都音樂本身就係一個打破隔閡嘅一個最好嘅語言。所以我決定我今日要坦然企上呢個舞台，接受你哋俾我呢個榮譽。同埋我覺得更重要嘅就係我要親自上呢個叱咤嘅舞台去多謝今次每一位投我一票嘅朋友，多謝你哋，係你哋每一位手上面神聖一票，係你哋彰顯咗投票嘅意義同埋價值。冇去頒獎典禮20幾年，但係呢24年，我一路冇停頓落嚟，一直依從我自己嘅內心去做我自己想做嘅音樂，去堅持走我自己嘅路。但係喺當中我冇諗過我自己可以走幾遠，但係冇諗過一眨眼又俾我走多24年。所以我自己好深深體會，有陣時當你帶住自己嘅信心，帶住自己嘅堅持同埋勇氣，你條人生嘅道路自然會行出嚟。所以我今晚想藉住少少機會勉勵台下嘅歌手，無論你而家係身處咩光景，無論你係順境逆境都好，你繼續帶住呢一份嘅堅持，你所相信嘅會將你帶到好遠嘅道路，甚至飛得好高好遠。我好深信，我亦都好渴望呢一代嘅歌手會比我哋嘅呢一代歌手會做得更加好，青出於藍勝於藍。同埋今晚企上呢個舞台，其實除咗我自己攞呢個獎，我覺得個意義好大之外，其實有一個更重大意義，我好想帶出個訊息，就係今日我呢個年紀仍然企喺呢個叱咤嘅舞台去接受呢份嘅榮譽。但我好希望有一日，當台下嘅年輕歌手有一日你哋去到我呢個年紀嘅時候，都一樣可以企上呢個舞台去鼓勵翻你哋下一代嘅歌手，讓香港樂壇，讓音樂可以薪火相傳，傳承咁樣落去。今晚呢個獎，我第一個要同佢分享嘅，一定要同佢分享嘅就係 Wallace。我多謝 Wallace 一直咁多年喺我身邊默默咁幫助我。我今日再一次攞到呢個獎 ，Wallace 功不可沒。Wallace， 我同你分享呢個獎，呢個獎唔單止係有我，裏面有好多嘅你 Wallace。多謝我助手 Eleanor， 多謝我唱片監製蔡德才。今次我攞到呢個獎，我諗我嘅演唱會係功不可沒。我要多謝番狗，多謝機著，多謝阿倫，多謝 Lisa。多謝我唱片公司嘅同事，24年之後再攞呢個最喜愛嘅女歌手，我自己個感觸好強大。我好多謝隔咗24年，香港樂壇依然記得我，依然認可我，依然喜愛我。我好多謝每一位投票俾我嘅朋友，容許我任性少少。以我呢個年紀，我今次嚟攞獎，其實我好超啊，好 relax， 冇乜要下年要冧莊或者要再入圍嗰種壓力，完全冇。所以容許我好任性咁樣，好請求現場嘅觀眾用你哋最大嘅呼喊聲，用我嘅中文名讀出2025年叱咤樂壇我最喜愛嘅女歌手係。多謝你哋，多謝每一位投票俾我嘅朋友，係你哋成就咗呢個咁超乎想像嘅晚上，感謝天父。最後我要多謝，亦都要多謝我細佬咁多年俾我嘅幫助扶持，冇你我唔會行到今日。多謝你 Brian， 感謝天父，多謝天上嘅爸爸，多謝你。唔好意思有啲長氣，因為我應該冇乜機會再上嚟攞獎啦，拜拜。